喺珠海我真係唔夠膽想象啊，5萬蚊一台好啲嘅車，你可能都買唔到啊！依家咧竟然可以買套樓，講你都唔信係咪？重點咧係今日呢套樓啊，你睇下成個小區嘅環境咧做得十分靚嘅，自帶活水嘅人工湖啦，真係唔夠膽想象喺呢度住啊，到底有幾咁清靜啊！嗱，小區咧全部清一色咧都係呢啲望到湖景嘅大裝修嘅單位啦。嗱，講真啊，以前咧珠海有呢啲咁嘅住宅啊，首期你冇20-30萬咧都買唔到嘅。咁如果啊你喺珠海咧首期只係得5萬蚊，又想買樓嘅朋友咧，真係唔好再使3-4千蚊去租樓啦。呢個樓盤都睇唔啱嘅話咧，成個珠海啊你可能都買唔到樓啊。咁呢套係89個平方嘅3房單位啦，全部現樓啊，辦好手續咧即時可以入住啊。小區咧係自帶會所啦，同埋泳池、健身房嘅。咁位置咧喺屬於珠海斗門嘅湖心路啦，去到港珠澳大橋咧大概係30分鐘啊。3間房2個洗手間，咁而且佢個交樓標準咧亦都係好高嘅，全屋咧都係大冷氣交樓啦。咁小區樓下咧就有翻香港嘅專線啦，翻到香港太子荃灣同埋尖沙咀嘅，隔籬咧亦都有大型嘅商場同埋公園啊，小學、幼兒園、街市咧都喺附近嘅。咁依家呢個單位咧首期就5萬蚊啦，月供都係圍到4000零蚊嘅。咁價錢咧亦都比高峰平咗唔少啊！有興趣嘅朋友歡迎評論區留言啦 ，thank you。